呢一浪嚟講就係教大家，包括我相信有啲好多人都會有感受，就係你要識得敬畏市場。個股市就好似個海咁樣，你平時游水游得好叻都好啦，咁你總會突然間可能一個大浪又好，或者啲海底嗰啲生物又好，咩都好啊，最壞情況一定係過咗。半導體呢一個浪唔會再順風順水，隨住後面嘅催化劑呢，反而係另一部分大家配置多啲唔同嘅 sector 啦，包括。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日方德字頭獨家冠名播出嘅財經訪談節目《分趣行星》，我係今日嘅主持 Kenneth。咁今日咧就請咗位老朋友上嚟咧，同大家一齊講下一啲股票上面嘅狀況啦。咁當然咧就有普普龍少一位全職嘅投資者，真係真金白銀落場去炒作㗎嚇。Hello Kenneth，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但係我相信咧應該係觀眾咧都比我更加熟悉啦，即係都唔需要我點介紹啦。咁樣之前咧，其實咧阿龍少啦都有上嚟咧，都分享過自己嘅持倉啦。如果大家咧有跟住去買嘅話，應該咧都賺唔少啊。咁今集咧，梗係要一齊再拆解多啲嚟緊港股同埋美股嘅一啲投資部署啦。咁就唔該晒龍少。唔使客氣，唔使客氣。嗱，咁我哋先咧講翻成個大嘅背景先啦。因為咧見到啦，儲存類嘅板塊啦同埋航股咧，其實喺一個月入邊咧就急速完成咗呢個去槓桿。但係另一邊廂咧喺美股上面咧，其實咧就標普嗰邊上個星期都不斷再破頂啦，就再創新高，大家都見到。咁所以啦，都想睇下究竟咧而家咧喺股票上面啦，呢一個去槓桿已經係真係完成咗啊，定係已經係中長嘅休息咧？因為但係我又睇你 Facebook 入邊有講啦，就講話美股最壞嘅時間已經過去，想睇下你點解有呢個睇法？因為點解我覺得美股最壞時間？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事後睇都知道，其實7月嘅大跌市特別係針對半導體啦。其實我成日都講核心嘅原因其實就係因為升太多，因為4、5、6月全世界啲資金湧晒過去。咁你大家望一望4、5、6月嗰陣咧，除咗半導體以外嘅嘢，基本上所有嘢都係跌嘅，睇下跌多定跌少。大家甚至乎誇張啲講，譬如可能就中移動嗰啲收息股咧，你都無啦啦咁樣可能跌5%，係咁日日跌嘅。嗰排就係啲資金簡單個抽水抽晒過去，咁啲資金太集中喺半導體咁啊，用劑交嘅，跟住就有啲人甚至乎包括其實我成日都講啦，包括可能我身邊啲朋友啦，包括連我自己都係啦，但係我啲身邊朋友就用槓桿用得好勁啦。咁因為嗰陣其實鬥大膽啫嘛，越大膽嘅人賺得越多。咁當呢個情況其實有少少就係好明顯就 overheat 過熱啦。咁但係股市最難嘅地方就係你過熱，但係你冇人話一定即刻見頂嘅。當你過熱嗰段時間，其實可能一日再升多5至10%。你只要早走一日，你可能爭 miss 咗我5至10%，仲要可能爭2日，可能爭2、3成。又我仲記得嗰段時間，可能其實一個可能 MLVL 可能一個消息啫，就可能升2、3成。咁你只要 miss 一日，你爭好遠。咁所以就算你覺得過熱咧，正常一般人都有腳參與，只不過咁結果啦，後尾最尾就會雪崩，通常睇下幾時啦。咁結果譬如可能我身邊朋友好多槓桿，最尾用得好盡嗰啲，其實最尾都係回撤得好勁。咁其實基金都係啦，變咗你見到股神歐洲股神嗰個Leo 都係一樣，佢都係因為用槓桿用得好勁，最尾一樣係叫做爆倉咁樣，跟住俾人買啦。咁其實成個情況你嗰個你當係一個世界嘅影子，或者股市一個細嘅縮影啦。咁其實發生緊，你身邊朋友係咁，可能個基金又係咁，其實好多都係咁。咁結果人踩人，咁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咁點解我一直其實你即係而家我哋8月其實都幾明顯係最壞時間一定係過咗去，因為最差情況你已經過咗去。但係因為呢啲人踩到咁上下啦，大家只會冷靜諗一諗，咦，其實係有冇發生真係咩好大件事影響個基本面咧？其實又冇嘅。只不過升一急咁啊跌一急，咁但係當跌到咁上下，因為我成日都講股票其實都有個價值嘅，只不過越跌得多咧，如果你個股票基本面唔係變太多，其實係越穩陣嘅理論上。咁所以咧，你跌到咁上下，可能估值我舉個例子，可能 PE 以前10倍，咁你跌咗一半5倍啦，咁其實就穩陣好多。當大家去到幾時去到叫做見底或者夠好咧，就係當大家開始覺得夠平到一個位，就係買盤多過賣盤，咁就見底啦。咁7月其實你見到最壞嗰個急跌嗰個浪就已經完成咗啦。不過去到我哋今日訪問咧，就我起初都覺得8月其實就叫順，即係成件事本身叫順咗，但係呢2日又突然間半導體又開始插水啦，咁又有少少壞消息。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最壞情況一定係過咗，但係就正如我之前判斷一樣，我就覺得唔會係半導體又好，半導體呢一個浪唔會再順風順水，因為
現前嘅順風順水好簡單理由就嚟自於大家嘅信念啦，啲錢湧晒過去，咁你一跌可能跌個5%，大家都湧住去買㗎啦。咁可能當你本身個人本身滿咗倉嘅，咁再跌佢咪再槓桿咯。現前佢有呢個底氣嘛，即係覺得一定升嘅。咁當你大家都用呢個信念嗰陣就無敵㗎啦，其實真係。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咧一跌大家覺得喂好驚我走，因為見過鬼啦，見過鬼怕黑啦。現前覺得冇事嘅，而家咧傷到大家傷到入肉啦。而家跌係可能啲人會走㗎啦，即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再加倉，唔係。咁同埋啲錢你會見到湧咗去嗰啲，譬如可能之前我哋成日講軟件股又好弱嘅，之前咁而家就強翻好多。咁啲錢又開始有啲人你一跌啊，咁我不如去軟件股啦。可能頭先你講標普啦，標普入面有好多其他嘅股啦，非 AI 股都好多啦。咁又或者我哋呢兩日做訪問前嘅嗰啲醫療股新高嘅，尋晚係新高嘅。咁即係你見到其實啲錢開始湧晒四方八面咯。咁好處就係平衡啲咯，我哋成日講 term 就係市寬會闊咗啦。唔好處就係當你如果譬如好睇重半導體，咁你又覺得好辛苦，尤其是喺呢幾日嚟講，你會發覺原來你攞住半導體，你又覺得好似輸得好慘，但係你攞住唔係半導體嘅嘢，你又覺得好舒服咯。係，都幾極端係啊，而家有。同埋如果唔係半導體嗰一啲嘅板塊，可能之前佢哋係由低位揸起，咁亦都會舒服啲，因為你半導體可能有啲入市嘅狀況已經係都比較中高段。係啊，係啊。嗱咁都想睇下呢個私人少少就係啦。我見咧其實你 Facebook 都有 po 好多唔同嘅戰績啦。呢一個月其實真係上上落落，好多唔同嘅即係板塊啊等等，其實都真係有賺有蝕咁樣。都想睇下喺過去啦呢一段嘅時間入邊咧，你覺得最深刻嘅係啲乜嘢？可能會唔會有啲乜嘢係覺得最後悔嘅決定，或者係覺得自己做得最好嘅一個部署咧？其實咧包括之前有啲問我，尋日有人問我就係話你覺得呢個7、8月係咪或者呢年係咪難玩或者易玩？佢點咁我就諗一諗咧，我就覺得坦白講，今年如果你去到上半年，我覺得整體係相對易嘅。因為啲錢尤其頭先講4至6月咧，就集中晒喺半導體啦。咁嗰陣你只要半導體本身嗰個 logic 係好 solid 嘅，因為好簡單，因為大家講 AI 咁 capex 增加或者投落去，咁佢哋就賺錢。係無論邊個贏家都好啦 ，Google 贏又好 ，Microsoft 贏又好 ，Anthropic 又好 ，OpenAI 又好，咁你都係要發展 AI，咁佢哋都係要用上游，可能 NVDA 又好，光又好，存儲又好，咁呢啲係比較確定性比較高。咁所以嗰陣其實基本面、技術面、資金面全部湧晒，咁係好合理，所以大家都賺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係最好賺嘅。咁但係去到7月之後，成個風格一轉咧，佢轉有少少純，我包括我之前成日都講係純交易層面啊，即係佢同基本面唔係話真係好大關係。咁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可能你當7月開始跌，大家又驚可能 Meta 件事，又可能其他嘢。咁但係去到7月中尾，Google 又好 Meta 又好出咗啲業績咧，全部都係起碼 capex 冇咁明顯減嘅。但係市場嗰陣都唔係好升得翻，咁你睇得出其實就同基本面已經唔係太大關係，純粹係啲資金流開始湧晒去其他地方。咁呢樣嘢係喺我眼中係好難嘅。我會諗係呢一個7月啦，都去到而家8月，喺我眼中係難過前幾年嘅。點解咧？因為第一你純交易層面咧有少少係或者叫資金層面，其實就係反映緊人嘅情緒同埋比較難分析嘅，因為我舉個例子啊，譬如你2000蚊跌到1500蚊，咁你 PE 平咗啦，咁但係平咗係咪夠平咧？其實平同貴係相對嘅，都係藝術嚟。所以咧，你更加難去判斷，因為基本面又冇變咧，咁你又好難去判斷究竟幾時係見底。咁你要一步，你變咗要不斷咁睇，不斷咁試。咁但係幾好難，因為呢樣嘢咧你永遠都唔知幾時係底，你係要後面睇翻再日日睇翻望住。咁呢樣嘢同埋有啲係要你試翻出嚟，其實資金都係試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7、8月喺我眼中就好難，因為你好難分析。包括呢幾日咁樣，可能前幾日啦，我哋錄咁前幾日其實半導體本身好靚，8月成件事好靚。咁有啲股係全部可能突破新高，唔係未新高，即係近期新高啦。但係突然之間可能有一日就去到星期三晚啦，咁突然間啲嘢就突然間爆跌，咁可能存儲又好，光學全部可能平均跌10%嘅。咁即係你幾難去做反應，因為你前一日啲成個氣氛啦、圖啦都好靚啦。咁你係如果你玩開美股，你會知道呢啲位係其實一定要繼續 hold，因為美股通常你唔呢啲位你唔 hold，你就會賣飛，即係好容易sell 咗之後原來係咁升。咁但係8月呢一次就唔係咯，你發覺你唔走咧，你唔即係可能你賺10%咧，20%你唔走咧，你可能一日就冇將你嘅 profit 冇晒。平時嘅美股就會
你唔走，佢可能都會調整下嘅，可能調整個3至5% 內咁，跟住慢慢又升翻。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一夜就可以回翻晒咯。咁所以好難，同埋你係冇得話事前分析嘅，因為可能突然間盤係無啦啦出個消息，跟住呢個消息又唔係話好嚴重，咁但係就資金面就係咁散咁，所以我覺得最難。咁你話我學到啲咩？其實咧，我成日都話要敬畏市場咯。其實就係咁啦，即係你咧，永遠市場有啲位咧，其實你分析唔到。即係譬如我都，就算我覺得可能7月會調整啦，我都冇諗過會跌到咁勁嘅。即係可能譬如我哋成日提嘅其中一隻，可能存儲 SMD， 可以由2300幾最高跌到去最低穿咗1000，跌咗5成幾6成啊！咁係短短1個月內，仲要冇任何唔係間公司有咩 bad news 或者盈利。包括我有時直播時候都講笑咁講話，如果你係實體老闆，你會覺得好奇怪，因為你做嗰個月嘅生意，其實你唔會覺得差咗，你可能仲好咗嘅嗰個月生意，你會啲訂單量可能你嘅公司可能仲繼續做緊嘢啦，可能佢哋嗰啲NAND 價格或者 DRAM 嘅價格仲係升緊，或者冇跌過啦。咁你有啲訂單有好多啦，又 keep 住生產，咁你可能睇住公司盤數，你覺得哇好好啊，但係你冇得睇個股價，咁點解冇得跌5成？你會好分裂嘅，個好極端，即係同實體經濟或者實體嗰個面或者呢個即係我哋所謂基本面係都偏差得好大。咁呢樣嘢係你又冇得話拗氣嘅喎，你有冇拗氣？你拗氣你又可以，即係如果你話越跌越加，跟住用埋槓桿，你隨時最尾爆倉。所以呢樣嘢就係你令到你敬畏市場咯，即係你咧就無論你幾有信心或者你幾識分析，投資幾多年都好啦。風險措施都係要做咯，即係用槓桿都好，你用槓桿咁你去到咁上，你一定要收手咯，你唔可以鬥氣咯，因為鬥氣一個位，通常鬥氣嘅人通常唔淨止用槓桿，佢用下再加，跌落去會再加，咁加到咁上下就會破產，即係會斬爆倉啦，唔好話破產咁誇張，即係爆倉或者會好難下一浪好難再追翻，咁所以呢樣嘢就好似我成日都會比喻，好似你就算你有捕魚又好，你游水幾叻都好啦，你出到海。總有啲未知嘅危險，呢個就係個股市就好似個海咁樣，你可能你平時游水游得好叻都好啦，咁你總會突然間可能一個好大浪又好，或者啲海底嗰啲生物又好，咩都好啦，總之有啲好多未知風險，咁要小心呢樣嘢咯。即係呢樣嘢係你無論做分析幾好都好啦，你基本功幾好都好啦，都會有機會有問題。咁我覺得。呢一浪嚟講就係教大家，包括我相信有啲好多人都會有感受，就係你要識得敬畏市場。咁上下你係要寧願賺少啲，或者真係輸都唔緊要，輸少啲咁就咁你保住部分嘅，唔好話保住完全部本金，你保住利潤又好，保住本金又好，保住一定程度咁你先容易東山再起咯。咁就下次其實股市永遠都係後來或者反反覆覆升升跌跌，咁佢唔會永遠都差，亦都唔會永遠都好。咁但係差嗰陣你輸少啲，咁你好嗰陣你自然有機會賺得翻。啱啱聽你講啦，即係講話即係最差嘅時間係已經過去，咁亦都有好多嘅人咧，因為之前嘅槓桿咧都已經吸取咗教訓，都真係話可能喺有啲跌幅嘅時候都真係會離場先。咁都想知啦，最差嘅時間過去，但係最高係咪都已經係差唔多咧？嗱因為咁樣講法啦，啱啱你講話好多嘅資金可能因為槓桿之後都已經係蒸發咗啦，咁所以大家喺本金上面，就算喺面對下一次升浪，係咪真係有咁多嘅本金再投入去再推高成個市場，甚至係而家大家仲敢唔敢再用咁多嘅錢或者資金去槓桿入呢個市場，所以令到成個市場上面下一個浪或者下一個高位，係咪其實嚟緊都係會平穩發展為主？首先你睇呢個角度咧，你要睇用好簡單，你要睇用半導體同埋非半導體。其實簡單嚟講，分呢兩個大 set。非半導體其實你啱啱我哋講啦，醫療嗰啲啊、生物科技嗰啲全部新高緊啦。咁你道指同標普其實都唔差，羅素都唔差。其實係納指差啲，咁納指因為包埋半導體，咁所以我哋其實你用非半導體先講。非半導體其實係整體嚟講咧，自從半導體散水之後啦，我成日講係反而好咗好多，因為啲錢湧咗過去。咁無論你睇港股嘅收息股啦、美股嘅醫療股啦、一啲傳統股啦、軟件股啦。全部都係整體，我覺得係真係我哋成日用中國一個 term 叫穩中向好嘅，因為本身呢一堆嘅資金，第一因為1至6月咧相對弱嘅或者唔強嘅，咁唔強嘅 sector 咧啲人唔會用槓桿用得好盡，人性就好簡單，你係覺得會爆升或者覺得佢升浪好明顯，你就會用槓桿；你覺得佢浮浮沉沉或者每日同你升0點幾，未必會用槓桿用得好狠。咁所以本身嗰堆資金就唔係太，第一佢哋嗰個
你當係好似資金係一個人咁樣，嗰堆人本身就唔係話要求好高回報，話唔使同我講一日升5至10%，但係你一年同我講年化有可能升下有2-3成，佢已經好開心。咁所以咧，佢哋嗰堆資金本身就冇咁進取，咁自然地槓桿又冇咁勁，咁會平穩啲。咁所以個波幅亦都細啲。咁嗰堆股其實keep 住都係穩中向好，尤其是你見到而家我哋見到其實有個重點啦，我有個重點就係其實美股啲錢係冇流走嘅，即係只不過你有啲又喺半導體度流去其他 sector， 咁你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錢一流走其實個總量一縮咧，其實啲股係真係會跌，咁但係暫時嚟講 so far 冇話明顯流走，咁所以其他股其實咧係可以睇得好啲嘅，有調整下可以，即係如果你唔好將個期望值拉咁高，其實係反而係一個機會。咁講翻半導體，因為半導體其實你個山峰啦，當係喺5月至6月之間形成嘅。咁個形成頭先你講啦，其實好大部分除咗本身自己本金之外，就係好多都係由槓桿積出嚟嘅。即係你其實有啲似消費咯，你以前可能人工2-3萬，咁你碌埋信用卡去透支嘅，咁你嗰個月嘅消費梗係勁啦。咁好啦，下個月開始同你講，你唔可以用信用卡，你淨係可以用翻你人工。咁你消費個極都冇用信用卡透支咁勁咯。咁所以咧，你話個山頂係咪真係一定見咗咧？其實就要用變咗，我會成日用一個 term 叫時間換空間，就係你冇得話咁快去翻個頂㗎啦。即係譬如喺 SNDK 咁樣，你都好難話兩翻2300、2400，要啲時間。第一你要個信心要recover啦，第二你亦都要時間慢慢升翻。就算可能最尾可能咧年底或者下年可以升穿都唔出奇，因為基本面其實都 support 嘅。但係冇咁快冇咁順咯。你見到可能呢排升下，突然間一日又跌1成咁樣，又回一回，咁可能咁上下啦，又慢慢又重新起步，咁但係就唔會咁順咯，所以就我會睇法就係、第一，你話頂我自己就判斷唔到係咪頂，但係就一定冇咁順，可能暫同埋你話用中長線睇，我覺得基本面都係 support 啲硬件，暫時我都仲係覺得好 support 啲硬件，係啊。但係咧，存儲類板塊啦，喺長遠嚟講係即係暫時而家都係謹慎啦，定係樂觀咧？因為嗱，我哋睇基本面上面啦，其實咧個需求的確係利多嘅喎。咁啊，譬如喺呢個嘅大家喺資料嘅應用上面啦，或者係真係大家嘅對呢啲整片啊或者等等嘅數量都大增啦。咁呢個對存儲嘅需求的確係增加。所以究竟喺短中期而家我哋要核心揾嘅係乜嘢咧？如果存儲咧，存儲就屬於相對高難度。點解咧？存儲頭先你講啦，Kenneth你講需求其實就大家都知㗎啦，咁冇用置疑㗎啦。而家個問題存儲其實在於難度，點解我覺得高難度咧？第一就係佢需求大家知，但係因為佢嗰個供不應求得太緊要啦，所以我哋形成咗超級周期啦。咁個價格升得好勁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價格升好勁，大家都會擴產，因為真係賺得太多，毛利率講緊8成幾，咁去到係高過，我唔知而家呢個價有冇高過 NVDA 嗰個毛利率，都幾誇張。咁當賺得太多嗰陣，大家擴產，咁難度位就在於，譬如27年下半年，其實27年下半年大家會覺得係個轉折點，即係暫時市場覺得，因為覺得啲產量開始上嚟啦，咁究竟會唔會開始產到做到供求開始平衡咧？呢個就係高難度位啦。如果你判斷啦，覺得供仲係供不應求嘅，咁存儲仲有投資好大嘅投資價。但係如果你覺得開始供求平衡咧，咁就難啦，因為市場其實而家係定價或者而家嗰個存儲係供不應求，所以賺咁多。咁如果開始個 DRAM 價格落嚟啦，或者嗰啲NAND 啲價格落嚟，究竟存儲仲可唔可以？個資本市場仲 buy 唔 buy 咧？幾難估啊！係比較難估嘅，當然存儲佢個本身 PE 好平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用緊定價緊未來28年至30年之後個價格落嚟個 PE， 包括我自己直播都講咧，如果你睇而家好多海力士又好SNDK 都全部個位數 PE， 點解咧？因為你如果睇翻用市場個定價講緊28、29年咧，全部講緊10幾、20幾倍 PE 㗎啦，咁就合理好多啦。如果你有10幾、20幾倍 PE， 所以而家市場其實係focus 緊28年開始業績倒退。咁究竟係唔係咧？呢個就係有少少高難度嘅位咯。不如變咗，如果你話提早到嘅，正如27年開始到個價開始落緊嚟，咁其實你存儲就投資價值就低啦。咁呢個變咗相對存儲係其他半導體唔同，譬如我哋講個光你就基本上 AI 發展後面仲要光進同退。咁個確定性高好多，不過光所以個估值上都高啲嘅。但係佢個基本面就會冇咁高難度，相對上你存儲仲要判斷埋，第一又要 AI 發展啦，又要驚佢擴產啦，個價格啦，呢幾樣嘢反而係高難度，所以我自己覺得存儲最後面個催化劑咧，
反而係包括我哋做節目嘅前一兩日咧，海力士咧都出咗announcement 咧，就係話將更加多嘅現金流回饋俾股東。呢個其實係我覺得企業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令到股價提升。因為而家個位數 PE 係好平，咁如果你咁嘅個位數 PE，如果你將賺嘅錢大部分派息又好，股權回購又好啦，佢對個估值提升其實好緊要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後面反而就係要睇存住啲企業可唔可以做到將更加多賺嘅錢咧攞嚟做支撐股價嘅一個行為咯。明白，即係反而就未必係基本嘅業務上面落手啦，就真係喺個股價或者係對股東嘅回饋呢方面。佢基本業務佢都做唔到啲咩啦。其實佢哋除非啦，佢哋好有一齊有個共識咧，就係唔好擴產咁勁咯。但係有中國呢個價格殺手，我覺得大家一齊控制產能。好難，其實係嘅。係啊，但係其實又唔可以一齊咁啊，又壟斷俾人告。所以咧，其實就呢個係人性嚟，好難。其實好啲似戰國時代六國戰秦國嘅，呢個大家有機會睇下，就係你其實都幾難嘅，因為你話大家要一齊唔好生產，其實係咪通常一齊冇有人就偷偷地生產就賺多啲，總之呢個人性就唔係咁用，所以點解全係周期股就係咁解，亦都市場唔敢俾太高估值都係咁，所以變咗係會一步一步睇咯，係啦。咁你話頭先你最問又話會唔會樂觀，我就會覺得係存儲就唔可以咁大安旨意覺得係 sure win 咯，尤其是個價升到咁上下，你就一步一步睇，要小心翼翼相對上。但係佢因為個 P 夠低咧，如果佢市場係比超預期，譬如我頭先講話市場預期27年開始供求開始平衡啦，咁28年甚至乎有啲業績開始倒退啦，咁原來最尾係需求係遠大於供應嘅，仲係咁可能28年嘅業績仲係即係到到27年啦，仲係價格原來仲好堅挺嘅，咁市場又會開始又俾翻個估值再加翻高啲嘅喎，又會，所以就會要一步一步睇，存儲係比相對係入面，我覺得半途入面最難，要最小心，但係當然啦，個彈性都有機會係最高嘅。好，係嗱咁啊，當然有危又有機，即係都會有風險呢樣嘢啦。咁啊，啱啱咧除咗講話呢個存儲嘅板塊咧，我見你都非常之堅定講到係一個 AIPC 硬件類嘅。咁啊 Dell 啦，之前你亦都有提及過啦，喺美股上面，咁你都好堅信佢，咁而家都有創新高啦。咁所以咧，想睇下點解你會咁堅持喺呢一個板塊或者係 AIPC 呢一啲硬件裏面嘅一啲資產？大家可以睇下，有機會睇翻之前嘅訪問啦。其實我睇 Dell 就唔係因為 AI 硬件嘅，即係亦都唔係 AIPC，因為 Dell 其實上一次第一次業績出嚟爆到100幾蚊啦。其實咧都唔係因為嗰個 PC，係因為佢嗰個 AI server，即係其實都係受惠 AI 發展。咁佢哋個業務簡單嚟講就係好啦，成個我簡單解釋啦，就係佢好啦俾晒啲硬件佢啦，佢幫你砌翻個 server 出嚟，跟住將你裝埋啊 click 咁做一個後面嘅嘢，咁所以相對上毛利率唔係好高嘅，咁但係佢係等於後面有人幫佢做晒成件事咁解咯。咁但係因為呢樣嘢，因為數據中心發展，咁佢係接咗好多訂單，佢應該係全美國最大做 AI server 呢 part 賺得最即係龍頭嚟㗎，係啦。咁但係佢業績之後令到市場再一次超預期，原來佢個 AI server 個訂單量真係好勁。喺我第一次分享 Dell 我自己直播嗰陣咧，佢個 PE 係講緊10至12倍嘅啫。咁點解咧？簡單解釋就係因為嗰陣佢有一半嘅業務就係 PC 業務，而 PC 業務坦白講啊，成個宏觀係走緊下坡嘅，因為啲人其實唔換電腦嘅而家，或者再加埋存儲咁貴咧，咁令到成本又上升。咁你成本上升，作為一個企業咧，你成本上升，你一係就加價啦，一係就硬食。加價最慘就係而家其實需求唔大，你試下加多2、3千蚊，啲人又唔想買㗎啦。咁尤其電腦咧，話分純而家唔係話 update 得咁勁咧。咁譬如我用到咁，我繼續用多1年先咯。即係會咁樣嘅。咁變咗，所以佢嗰個 PC 業務拉低咗佢嗰個估值，但係同時 AI server 又拉翻高佢。咁去到最近嗰幾次業績都係因為個 AI server 嗰個業績仲係超預期得好啦，咁令到不斷咁拉高估值。而家去到今年吹緊開始20倍以上啦，就係因為市場開始對佢個 AI server 越嚟越有信心，亦都令到咁樣嘅股價由100幾蚊去到前排最高500幾，係呢個原因咯。呢個就係令到我 buy 佢個原因咯，因為佢嗰陣第一個估值相對低啦，咁有一個提升嘅空間。咁而家去到20倍左右，我就覺得合理好多咯。咁後面你話股價有冇得再升咧？睇兩樣，第一就係市場氣氛一定要睇啦。你見呢排佢自己冇乜 news 都係咁回好多啦，因為成個 AI 落啊嘛。第二就係佢究竟後面譬如可能之後
應該係9月又可能出業績，冇記錯。咁又要睇一睇佢嗰個 AI server 又可唔可以 keep 住呢個訂單量？但係市場會特別關注佢 AI server 嘅訂單量。如果係 keep 住再上升嘅，咁令到市場覺得啊，你哋俾呢個估值啊，或者俾呢個股價好合理嘅，咁就會有機會，甚至會有機會再上升，就要睇個業績一步一步睇可唔可以支撐到咯。好啊。嗱咁啊，另外啦，就係想睇下。而家咧，你就之前就睇中呢隻 Dell 啦。咁究竟而家喺美股 market 上面啦，有冇其他嘅一啲都係類似唔同嘅呢一啲 AI 類別嘅板塊，或者係其他類別嘅板塊嘅標的物？你而家係覺得可以喺低位都可以部署咧？而家其實都冇乜低位啊！而家就算雖然跌咗落嚟啦，譬如我以為例 S&P 為例，頭先我咪講跌穿1000啦。咁最高前擺去到差唔多1700、1800啦。咁就算而家跌翻落嚟，都係似講1500、1600。你用低位計都仲係升咗50%。光又係，咁我覺得我會suggest 純粹係講美股啦。我會有個諗法就係第一，大家可以將個資產平衡翻少少，因為之前大家集中喺半導體啦。咁而家咧最好包括我自己而家後面部署都係咁。第一，半導體我覺得仲係有一行嘅，不過可能個波幅好大。咁就我覺得會配置一部分，另一部分大家配置多啲唔同嘅 sector 啦，包括軟件股，其實而家好多啲軟件股都行得好靚嘅，係啊，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啦。不過而家講就有啲遲咗咯，因為好多股都真係升咗好唔少嘅，譬如可能大家留意 Palantir，因為佢業績又係好靚啦，咁我第一次出業績我都有 share 啦。咁即係大家留意下啲軟件股，有啲我覺得就係可以部署多啲。咁第三咧，今日嘅節目咧，前一日咧咁開始咧，黃金啦同埋crypto 啦，全部都突破咗爆咗。咁喺短線嚟講啦，我就覺得呢兩個 sector， 即係 crypto 同埋黃金、金銀呢啲咧，反而係一個我覺得最有動力嘅。即係咁你變咗，其實你見到好多已經唔同 sector 啦，半導體啦、軟件啦，可能你又可以留意一啲醫療股啦，跟住就係仲加埋 crypto 加埋黃金白銀，其實已經diversify 咗好多，咁我覺得係仲好咯，即係呢個時候如果會再安心啲，因為你半導體個波幅真係太大，其實如果你全倉嘅話，係啊，我見近期 Circle 嗰啲都係低位都上翻，係啊，因為 crypto 類嘛，係啊，都係 crypto 類啊嘛。咁大家都可以揾下唔同嘅板塊。嗱，最後咧，我哋美股咧都想問埋呢條咧，就係我啱啱琴日留意到你咧，就短炒一隻 MRVL 啦。嗱呢一隻咧，其實我都想睇下嗱，因為你一向都可能中長線少少噶嘛，短炒你又會根據啲乜嘢嘅準則去入市，或者有啲乜嘢嘅即係標的，你會係睇中，有啲乜嘢原則去揀啊？咁短炒就真係短炒嘅，我中長線係中短炒係間唔中，我覺得有機會嚟。咁譬如 MRVL 簡單解釋下，佢好似就係、可能都有啲人想知咧。咁其實好簡單，就係第一係賺個信息差。其實你簡單就你第一咧，我即係可以分享下啦。第一就係MRVL 嗰日琴日冇啦盤前爆升，原因就係出個 news 同 Google 買佢個股權，咁同埋同時 Google 揾佢做芯片啦。咁MRVL 之前已經傳緊㗎啦，就係話會有機會同 Google 做，因為 Google 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客嚟嘅。咁MRVL 同佢做呢個芯片咧，係一定喺基本面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news。咁我見到呢個 news 嗰陣就升咗6至7%，咁其實係我諗係頭5分鐘內嘅事啦。咁呢個係個信息差，其實好多人包括你基金經理都唔可能每一秒，第一係盤前啦，第二都唔可能每一秒望住啦。咁我覺得嗰下有機會可以再升多啲嘅，咁所以我就係6至7%嗰陣我入啦，大手入啦。咁好快，咁我已經 set 咗，因為我知道仲有得再爆上去啦，我覺得咁，所以我就 set 咗賺2至3%個價就走啦。咁短大家可以睇下 Facebook，短1分鐘多少少，唔夠2分鐘啦，咁就賺咗2個幾%。其實事實上佢再升多2-3% 嘅喺我價之後，因為其實但係短炒始終第一你見都比較大注啦，咁所以我就唔會話求賺盡嘅，我目標係賺錢啫，目標你冇到輸好樣衰噶嘛。咁你見過真係㗎，開咗盤真係有機會倒跌㗎，即係倒跌係俾我買入價啦。咁但係短炒我就覺得嗰下但係個信息差咯，你要判斷第一就係個時間究竟出嚟你係早個批啊定係後個批，呢個係最緊要。即係如果你原來發覺你已經係後個批嘅人咧，咁就寧願眼看手勿動咯。咁你係早個批嘅，咁你咪就係通常早個批早起嘅料有肉吃就係咁解咯。我就係覺得係咯，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個時間差同信息差咯。
咁啊，今集咧就多謝晒陶富龍嘅分享啦。咁啊，美股就講到咁多先，但係咧下半場咧當然仲有港股上面嘅部署啦。由佢咧之前咧跌足70%，又再翻山嘅建滔啦，去到咧近期亦都重倉嘅聯想都好啦。咁啊，仲有當然有收息類別嘅堅守功地嘅策略。咁當然咧就要睇埋近期波動市況上面咧，究竟阿龍少佢自己嘅資產配置又會係點樣咧？咁呢個留翻下集咧就再同大家探討。所以記得要追看埋下集啦。我哋下集見，拜拜。